有冇諗過喺歐洲都可以半價食飯？最近經常喺 IG 碌到有關於 The Fork 呢個 app 嘅 reels，抱住試下嘅心態 download 咗，睇下係咪真係咁抵先。點知入到個 app 發現，愛爾蘭竟然一間餐廳都冇。但係唔使擔心，最近英國都用到，我就咁打 UK 呢兩隻字都已經有4000幾間，第一間就係米芝蓮添啊！睇下英國仲有邊一度用到啦。有 Liverpool、Manchester、Leeds、Sheffield、Birmingham，當然仲有 London 啦。入咗個 app 之後，輸入用餐日期時間，頭嗰幾間都係米芝蓮，撳下個 offer 掣就會篩選翻有折頭嘅餐廳，揀啱餐廳之後就可以 click 入去睇下 menu、價錢同埋之前食客影低嘅真實相片。除咗睇間餐廳啱唔啱食，有幾多折，仲要留意預約用餐後可以儲到幾多 Yums，有啲餐廳高達3倍嘅 Yums。咁究竟 Yums 係乜？佢就係 The Fork 嘅積分，只要儲夠1000 Yums 就可以當20歐或者20磅咁用。而家新客戶響第一次預約時輸入呢一個優惠碼，成功預約喺用餐後3日就可以額外獲得1000 Yums，即係20歐或者20磅啊！除咗英國之外，歐洲仲有好多國家都可以用到 The Fork 呢個 app，啱晒我窮遊歐洲啊！今日講住咁多先，下條片再同大家分享下我最後去咗邊間餐廳。